台湾第一位身穿芝加哥小熊队球衣登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右投手曾仁和今天遭球队释出，成为自由球员，小熊生涯告一段落。小熊队6日宣布曾仁和指定转让 DFA 移出大联盟40人名单后，今天在官网宣布将这名培养5年的潜力新秀投手释出。曾仁和今年24岁，在小联盟曾经投出10季，遭到释出之后，仍有机会以自由球员的身份与其他球队洽谈合约，继续为大联盟之路打拼。曾仁和在2013年崭露头角，以高中生身份入选世界棒球经典赛，获小熊162.5万美元的签约金旅美，金额是历年台湾球员的第4名，仅次曹景辉、林子伟、王建民。曾仁和旅美至今进入第6年。曾在2014年、2017年2度拿下小熊队的小联盟年度最佳投手。曾仁和外号土狮，过去2年大联盟留下3场出赛纪录，成为历年来第14位站上大联盟的台湾球员。他这5年在小联盟出赛113场，其中111场先发，累计34胜35败，防御率3.85。曾仁和去年在小联盟最高层级3A，面临空前低潮，先发26场，战绩2胜15败，防御率6.27。今年大联盟春训投4.2局18分。